比虧損更痛的是被切割。謝霆鋒兒子那份聲明，扯下了娛樂圈最後一塊遮羞布。這句話像一根碎了冰的針，精準地扎進每個圍觀者的瞳孔裡。我們見過太多明星離婚的狗血劇碼，見過太多財產清算的豬必教，甚至見過太多親子鑑定書在法庭上被當作籌碼拋擲，但我們從未見過一個16歲的少年用如此冷靜到近乎殘酷的筆觸，將自己與那位身家逾10億的父親之間的血緣臍帶，用白紙黑字的法律文書徹底斬斷。這份聲明沒有哭喊，沒有控訴，沒有煽情的排比句，甚至連一聲嘆息都吝嗇給予。它只是一份標準化的律師函格式，卻比任何一部悲情電影的劇本都更具摧毀性的力量。因為它宣告的不是一段婚姻的終結，而是一種存在論層面的否認。當一個兒子公開拒絕承認父親作為父親的社會身份時，娛樂圈賴以運轉的那套關於家庭、關於責任、關於血濃於水的敘事神話，便在瞬間土崩瓦解。我們突然意識到，原來在鎂光燈照不到的角落，金錢堆砌不起親情的堤壩，名望兌換不成父愛的代幣，而所謂的巨星光芒，在一個少年決絕轉身的那一刻，竟黯淡得不如病房走廊裏那盞徹夜長明的應急燈。這不是一場普通的家庭糾紛，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社會學實驗。他用最殘酷的方式向我們展示，當一個孩子長大到足以用法律語言重構自己的身世時，成人世界所有虛偽的體面都將無處遁形。要理解這份聲明為何具有如此驚人的殺傷力，我們必須先回溯謝霆鋒與張柏芝這段婚姻的完整光譜。它不是一段簡單的男女情愛離合，而是香港娛樂工業黃金時代的縮影，是狗仔文化與公關機器共同澆灌出的畸形花朵。兩人在2006年秘密結婚時，整個華語娛樂圈都為之震動。那不是因為愛情本身有多麼驚天動地，而是因為這場聯姻象徵着兩個頂級流量體系的驚人合併。謝霆鋒代表着星二代叛逆轉型的成功範本，張柏芝則承載着玉女掌門人隕落又重生的戲劇性敘事。他們的結合被媒體包裝成現代版的神雕俠侶。連婚禮上謝霆鋒那個略顯僵硬的笑容都被解讀為浪子回頭的鐵證，但問題在於，這場婚姻從一開始就建立在一個搖搖欲墜的基礎之上，那就是雙方對家庭生活的想象存在着根本性的錯位。謝霆鋒需要一個能夠理解他音樂執念與電玩嗜好的靈魂伴侶，而張柏芝渴望的是一個能填補他童年父愛缺失的穩固港灣。這兩種需求在熱戀期或許能夠暫時共存，一旦進入柴米油鹽的日常，便會像兩塊相互排斥的磁鐵般產生無法調和的張力。2008年的艷照門事件無疑是壓垮駱駝的第一根巨型鋼樑。雖然謝霆鋒在第一時間表現出令人敬佩的大度，公開表態那不過是妻子的過去，但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成年人都能想象，那些鋪天蓋地的影像資料對一個丈夫的自尊心造成了怎樣不可逆的侵蝕。謝霆鋒選擇用工作麻醉自己，將全部精力投入電影拍攝與後期製作，而張柏芝則試圖用生育第二個兒子來重建婚姻的堡壘。這種病態的補償機制在短期內似乎奏效，兩人甚至在某個頒獎典禮上重現了恩愛牽手的經典畫面，但暗流早已在冰層之下洶湧奔騰。2011年，張柏芝在飛機上主動與陳冠希合影的事件，徹底擊碎了謝霆鋒最後一絲心理防線。那不是一個簡單的偶遇，那是一場精心計算的挑釁，是對婚姻契約中默認的避嫌原則的公開踐踏。謝霆鋒終於明白，有些裂痕不是用原諒就能修補的，他們需要的是徹底的遺忘。而人類的大腦恰恰不具備格式化情感記憶的功能。離婚程序在2012年正式啟動時，雙方團隊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輿論攻防戰。張柏芝的經紀人向媒體釋放謝霆鋒沉迷電玩、忽視家庭的負面消息，謝霆鋒的公關團隊則回擊以張柏芝情緒不穩影響孩子成長的暗示性報道。那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戰場是報紙的娛樂頭版，武器是精心剪輯的採訪片段，而最終的傷亡統計表上，黑言寫着兩個兒子的童年這幾個血淋淋的大字。離婚協議的具體條款至今仍是個謎，但從後續的種種跡象來看，
謝霆鋒支付了極為可觀的撫養費用，據傳每年高達8位數港幣，還將部分房產過戶到張柏芝名下。這些數字在普通人看來已經是天文數字，但在這場失敗的婚姻賬本上，他們不過是填補情感赤字的廉價籌碼。離婚後的謝霆鋒迅速與王菲重燃舊情，這段被媒體稱為世紀復合的戀情，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對前段婚姻的終極否定，因為王菲代表的是他青春時期最純粹的審美理想，是那個還沒有被世俗婚姻污染過的文藝青年謝霆鋒。而張柏芝則象徵着他試圖扮演傳統丈夫角色的失敗實驗。與此同時，張柏芝帶着2個兒子移居新加坡，表面上是要逃離香港狗仔的長焦鏡頭，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沉默的報復。他用全職母親的形象對比謝霆鋒頻繁約會的浪子身影，用孩子們的成長紀錄片對比謝霆鋒在綜藝節目裏的廚藝表演。這種不對稱的輿論戰讓他成功塑造了受害者兼堅強母親的雙重形象，而謝霆鋒則被簡化成一個只會做分子料理卻不會做父親的娛樂圈樣板。但所有人都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變量，那就是時間對孩童認知能力的重塑作用。當 Lucas 和 Quintus 還只是學齡前兒童時，他們對父親的概念僅限於每2個月一次的探視和堆滿玩具房的昂貴禮物。那時的他們還會在視頻通話裏用稚嫩的嗓音喊爸爸，還會在收到限量版球鞋時露出純真的笑容。然而隨着年歲增長，尤其是 Lucas 進入青春期後，他開始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開始比對媒體報道中的父親形象與自己真實接觸到的父親形象之間的巨大落差。他發現熒幕上那個在美食節目裏溫柔講解紅酒搭配的男人，從來沒有為他做過一頓早餐。他發現頒獎典禮上那個感謝團隊、感謝粉絲的巨星，從未出現在他的家長會簽到簿上。他發現那個在社群媒體上偶爾曬出給他彈唱視頻的偶像，手機裏存着數千張風景與菜肴的照片，卻找不到一張與他並肩看海的合影。這種認知覺醒的過程是痛苦的，就像一個長期服用安慰劑的病人突然意識到自己吞下的只是澱粉片。所有曾經被成人灌輸的父親很忙但他愛你的敘事，在青春期鋒利的思維刀片下被切割成虛偽的碎片。Lucas 不是沒有嘗試過主動修復這段關係。據張柏芝身邊的工作人員透露，這個少年曾經偷偷用零用錢買了機票飛到北京，想給正在錄製節目的父親一個驚喜。結果在攝影棚外等了4個小時後，只等到經紀人一句霆鋒今天行程太滿，下次提前預約吧。那個下次像一句永遠不會兌現的期票，在少年心裏開出了絕望的利息。還有一次，謝霆鋒難得在香港停留3天，Lucas 精心準備了自己在學校科展獲獎的機械人作品，想與父親分享那份屬於少年人的驕傲。但謝霆鋒接過禮物盒後，只是禮貌性地說了句很棒，隨手就交給助理放入車廂後座。然後自顧自地與工作人員討論起隔天廣告拍攝的分鏡腳本。那個瞬間 ，Lucas 突然明白自己在父親的世界裏，和那些需要歸檔的粉絲信件、需要分類的演出服裝沒有本質區別，都是一種需要被管理的資產，而非需要被滋養的生命。真正讓 Lucas 下定決心切割的導火線，發生在2025年的聖誕節。謝霆鋒難得同意讓2個兒子到日本滑雪度假。但整個行程中，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與王菲進行視訊通話，討論新開的餐廳裝潢風格，甚至在纜車上仍然戴着耳機聽合作夥伴的語音留言。當 Lucas 在初級雪道上摔倒扭傷腳踝時，是滑雪教練將他背下山，而謝霆鋒當時正在山頂餐廳與當地富商把酒言歡。事後他只在家庭群組裏發了一個紅包，備註是買點藥膏。那個紅包 Lucas 始終沒有點開，就像他逐漸對父親所有物質補償產生的生理性排斥。他開始意識到，金錢在這個家庭裏從來不是愛的載體，而是愛的替代品。當替代品過度充盈時，本尊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於是我們看到了那份石破天驚的聲明，它不是一時衝動的產物，而是一個16歲少年經過精密計算後的理性抉擇。聲明中明確要求法律上終止謝霆鋒對其的監護權，並放棄所有未來可能繼承的財產份額。
甚至連每個月固定的撫養費都主動提出轉入弟弟的教育信託基金。這份聲明最令人心寒的細節在於他對稱謂的處理，全文以謝霆鋒先生替代父親或爸爸，以本人替代兒子或孩子，語言乾淨得像一份商業合約的終止備忘錄，沒有情緒形容詞，沒有因果連結詞，甚至沒有標點符號之外的任何修辭。法律界人士驚嘆於這份聲明的專業程度，據傳他是由 Lucas 聘請的獨立律師團隊協助起草，費用來自他多年來悄悄存下的壓歲錢與廣告分成。這個細節尤為諷刺，因為他用父親給予的金錢聘請律師切斷與父親的法律聯繫，這簡直是後現代社會關係預言的最佳注腳。當這份聲明經由律師函的正式管道送達謝霆鋒工作室時，整個團隊陷入了長達72小時的沉默。據內部員工透露，謝霆鋒把自己關在剪輯室裏反覆觀看一段 Lucas 5歲時騎在他肩上放煙火的家庭錄影。那段錄影他從未公開過，因為畫面裏的他笑得像個真正的父親。而如今的現實是，那個孩子已經用最文明也最野蠻的方式，將那段錄影裏的所有溫情都宣告為無效檔案。娛樂圈的反應堪稱一場災難級的集體恐慌。那些常年靠晒親子合照維護好爸爸人設的男明星們，突然開始瘋狂檢查自己手機裏與孩子的通話記錄。那些在訪談節目中談及家庭教育時妙語如珠的導師型藝人，集體取消了接下來3個月的親子主題通告。連最喜歡挖掘明星家庭內幕的八卦週刊都顯得束手無策，因為他們突然發現自己慣用的那套窺探隱私的敘事框架，在 Lucas 這份冰冷如手術刀的法律文書面前顯得如此蒼白可笑。更為深層的震盪發生在資本層面。謝霆鋒名下3家與親子主題相關的餐飲品牌，在聲明曝光後的5個交易日內市值蒸發了2億港元，因為投資人敏銳地察覺到，一個被親生兒子公開切割的公眾人物，再怎麼包裝溫暖治癒的飲食哲學，都會讓消費者在下單時產生微妙的不適感。廣告商的反應更為直接，某款主打家庭團聚概念的月餅品牌緊急撤下了謝霆鋒剛剛拍攝完畢的電視廣告，寧可支付違約金也不願讓畫面中那個對着鏡頭說團圓是最美味道的男人，與現實中那個連兒子扭傷腳踝都不在場的父親形象產生任何關聯。這一切都指向娛樂圈一個長久以來被刻意迴避的真相，那就是明星的家庭生活早已不是私人領域的瑣事，而是整個娛樂工業產業鏈上最脆弱也最暴利的環節。經紀公司培養藝人時必備的功課之一，就是為他們設計一套標準化的家庭敘事模板：什麼時候結婚，什麼時候生育，什麼時候在社群媒體上發佈全家福，什麼時候在訪談中哽咽提及對孩子的虧欠。這些都被量化為提升商業價值的精準變量，但 Lucas 的聲明徹底顛覆了這套運作邏輯。他用一個孩子的視角撕開了成人世界精心編織的謊言經緯，告訴所有人：你們可以設計婚姻的開端，可以設計生育的時機，甚至可以設計離婚的公關策略，但你們設計不了孩子長大後如何看待這段被設計過的童年。那些在鏡頭前流淚說出爸爸永遠愛你的男藝人們，恐怕從未想過有朝一日會被自己的骨肉以法律術語反駁。那些在自傳裏用整張篇幅書寫親子互動溫馨小故事的女明星們，或許從未意識到孩子其實記得每一次被經紀人拉開不准打擾媽媽背劇本的場景。娛樂圈最後一塊遮羞布，就是假設孩子永遠是沉默的背景板，是簽名會上乖巧等待的裝飾品，是紅毯上牽着手微笑的道具，是父親節當天社群貼文裏那張模糊的童年照裏永遠不會長大的符號。Lucas 用他的16歲宣告了這種集體幻覺的終結，他不再願意充當謝霆鋒人生劇本裏一個隨時可以刪除或修改的配角，他要奪回自己生命敘事的主導權，哪怕這意味着要親手拆毀那座名為血緣的神壇。更值得玩味的是張柏芝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她沒有發表任何公開回應，沒有按讚相關新聞，甚至刻意在聲明曝光當天發布了一段與 Lucas 無關的烹飪視頻。這種反常的沉默本身就是最響亮的發言，因為他太清楚，此時任何一句話都會被解讀為母親教唆兒子的陰謀論，
而真正的勝利在於讓所有人看到，這份聲明從起草到送達全是 Lucas 的獨立意志。但我們不能天真地認為一個16歲少年能完全擺脫母親長達10數年的潛移默化，將柏茲在日常相處中那些不經意的嘆息，那些掛斷電話後略顯落寞的眼神，那些在家庭聚會時刻意避開謝霆鋒相關話題的習慣，都在 Lucas 心裏堆積成一座沉默的火山。而那份聲明不過是岩漿終於找到了噴發的裂口。這讓我想起法國哲學家亞蘭巴迪歐關於愛情的論述。他認為真正的愛情不是兩個人的結合，而是兩個人在結合之後共同面對世界的方式。謝霆鋒與張柏芝顯然失敗了，但失敗本身不是罪過，罪過在於他們連面對失敗的勇氣都缺乏，而是選擇將失敗包裝成另一場表演，讓孩子成為這場表演裏最忠實也最可憐的觀眾。Lucas 的選擇是一種極端的存在主義抗爭，他拒絕接受血緣賦予的既定角色，拒絕在父親的星光裏繼續飾演那個感恩戴德的乖兒子。他要像薩特筆下的自由人那樣，用行動定義自己的本質，哪怕這種定義的過程伴隨着撕裂性的疼痛。那些指責他大逆不道的保守派輿論，顯然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譴責的是一個16歲少年對真誠的極致追求。他們習慣了娛樂圈那種表面和諧背後算計的生存法則，反而對這種赤裸裸的誠實感到不知所措。謝霆鋒最終的公開回應只有短短8個字：尊重選擇，永遠愛你。這8個字寫在絹白上，或許是感人的詩篇，但寫在律師函的回覆欄裏，只會顯得蒼白如衛生紙。因為真正需要被尊重的不是孩子的選擇，而是孩子選擇背後那4000多個缺席的夜晚，那數不清的未接來電，那堆積如山的轉交禮物，那永遠在行程表上被壓縮的陪伴時光。永遠愛你這個詞早在此刻聽起來像一句諷刺，因為愛若不能在時間裏具體落實為陪伴與關注，就只是一串沒有貨幣儲備的數字，是情感通貨膨脹時代最廉價的發行物。回到這個標題的核心命題，比虧損更痛的是被切割。謝霆鋒這些年積累的財富或許能承受幾次失敗的投資，他的演藝事業或許能抵擋幾次票房的慘敗，但當他的兒子在法律文件上將他定義為謝霆鋒先生而非父親時，那種切割的痛楚是任何數字都無法撫慰的，因為他觸及的是人類社會最基礎的身份認同單元。娛樂圈這塊遮羞布被扯下的瞬間，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明星父親的失敗，而是一整套將親情商品化、將孩子工具化的產業邏輯的破產。那些在選秀節目裏哭着替孩子圓夢的家長，那些在實境秀裏精心設計親子衝突與和解劇本的製作單位，那些靠販賣明星育兒經營利的出版社，都應該在 Lucas 的聲明面前停下腳步，問問自己是否正在製造下一個需要用法律切割來尋求解脫的靈魂。這個16歲少年用他最乾淨也最殘酷的方式向我們揭示了一個常識：親情不是天賦人權，而是日積月累的實踐成果。血緣只是生物學上的偶然，而愛是哲學層面的必然選擇。當選擇缺失時，偶然便失去了被賦予意義的資格。或許我們不該用悲劇的眼光來看待這份聲明，而該用讚嘆的態度來面對一個少年捍衛自我敘事權的勇氣。在這個謊言比真相傳播得更快的時代，在這個人設比人品更具交換價值的行業裏，Lucas 用一份律師函完成了許多成年人一輩子都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對虛偽說不，對表演說不，對所有未經他同意就被強行植入的情感劇本說不。謝霆鋒失去的不只是一個兒子的監護權，他失去的是參與一個生命成長的珍貴資格。這份資格是他用一次次缺席、一次次敷衍、一次次將工作置於親情之上所親手放棄的，而 Lucas 不過是將這個既成事實轉化為法律語言。當我們談論娛樂圈最後一塊遮羞布時，我們真正談論的是整個社會對家庭價值的葉公好龍式崇拜。每個人都歌頌親情，但很少有人願意為親情付出時間的代價。每個人都譴責缺席的父親，但每個人又在為缺席者的成功鼓掌。這種集體性的精神分裂終於在一個少年清醒的注視下顯露出他的荒謬本質。
Lucas 沒有摧毀任何東西，他只是指認了一個已經坍塌多時的廢墟，而我們所有人都是這場坍塌的共犯。用我們對八卦的飢渴，對明星私生活的窺人癖，對溫馨家庭敘事的病態消費，共同澆灌了這株注定長出毒果的植物。如果說這份聲明還能留下什麼正面遺產，那就是他提醒每一個在鎂光燈下或鎂光燈外的父母，孩子不是你們人生劇場裡的永久觀眾，他們總有一天會長出審視的目光，會擁有評判的權力，會拿起法律的武器，會用你們教給他們的語言來反問你們曾經的缺席。謝霆鋒此刻或許正在某個昂貴的錄音室裡試圖用音樂療癒傷口，或許正在某個美食節目的錄製現場強顏歡笑，但他的內心深處一定清楚，那份切割已經完成，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完成，而是存在意義上的完成。從今往後，他在這個世界上少了一個叫他爸爸的人，而多了一個稱他為謝霆鋒先生的陌生人。這不是報復，這是清算；不是仇恨，這是清醒；不是終結，這是開始。開始一個少年為自己書寫身世的漫長旅程，開始一個父親學習如何面對自己親手製造的虛空。當所有的遮羞布都被扯下，當所有的表演都被拆穿，當所有的藉口都被法律術語一一駁回，我們終於不得不面對那個最樸素的真理：愛若不在場，血緣便只是一串無意義的鹼基對，而時間這把最公正的尺，終將量出每個人在親情賬本上的真實餘額。謝霆鋒的餘額已經歸零，而 Lucas 正在用他的清醒為自己開設一個全新的賬戶。那個賬戶裡沒有謝霆鋒先生的任何遺產，卻裝滿了一個少年對真實的全部渴望。這份渴望比任何巨星的票房紀錄都更值得我們肅然起敬，因為它來自一個拒絕被娛樂的靈魂，一個拒絕被定義的生命，一個拒絕被切割後仍要保持微笑的勇者。我們從這份聲明裡讀到的不該是八卦材料的更新，而該是一面鏡子，照見我們自己生活中那些用忙碌掩蓋的缺席，那些用禮物替代的陪伴，那些用金錢計算的愛意。然後在鏡子碎裂的聲響裡，聽見一個16歲少年用他最平靜的語氣說：夠了，真的夠了。從今以後，娛樂圈或許會變得更小心翼翼，更精於算計親情的展示方式。但 Lucas 已經用他的行動證明，再精緻的表演也騙不過一個曾經深信過又徹底失望過的孩子。那雙眼睛看過太多幕後花絮，早已學會將鏡頭前的眼淚與鏡頭後的默然同步比對。當比對結果顯示落差太大時，所有昂貴的公關策略都將失靈，所有溫馨的社群文案都將失效，所有精心設計的父子和解戲碼都將被觀眾用遙控器無情地跳過。謝霆鋒不是第一個被孩子切割的明星，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 Lucas 的聲明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義，在於他用近乎學術論文的嚴謹態度完成了這場切割，沒有給曖昧留下任何空間，沒有給和解預留任何後門，甚至沒有給時間這副萬能藥劑留下任何發揮的餘地。這是一份零妥協的宣言，是一封沒有收信人的訣別書，是一把將血緣鎖鏈斬成粉末的刀。而我們所有人都是這場公開處決的旁聽者，在驚愕之餘，或許也該為那個少年喝彩，因為他替所有曾經在明星家庭陰影下沉默的孩子們，說出了那句最簡單也最艱難的話：我不再是你的道具，我是我自己。